台北市刑大队长陈冠良偷摕民众的告资，和退休的前辈吴正友已经记2大过免责，检方声押禁见。高雄一个舞厅，警方起早发现毒品，甲现场200多人拢带走，佮查到21个私人移工，甲1个通缉犯。乌克兰的无人机因为马斯克拒绝国互使用星链系统，地区受到限制，无法度佮侵入到西亚境内。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科警队队长陈冠良涉嫌偷摕民众的告资，和已经退休、即马换做帮学买卖中人的前辈吴正友。刑警大队决定甲记2大过免责，也检方约谈了后，嘛依照贪污等罪，申请羁押禁见。盗取了台湾经典游戏的美术著作。人物设定以及游戏内容来做成高仿的游戏。接受媒体访问，详细说明案情。伊是不担任刑事局地在大队前1队副队长的刑警陈冠良，进前表现正好，转任台北市刑大了，一直升到科警队的队长，甲检方长期合作，即马牵涉贪污、涉别等罪。陈冠良甲共犯吴正友进前是刑事局金山大队的同事，两个卖厝敢若是师傅甲徒弟。5年前，吴正友提早退休了去卖厝，敢若是为着客源，委托伊查询特定房产所有权人的告知。陈冠良利用检方对伊信任，用发函查询案件的方式，顺续查目标民众的资料，而且有收钱，要互检方发现。因成员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泄密罪、各资法等案。由刑警大队随即召开考绩会，决议予以一次记2大过，呈报警察局逕予免职，断然淘汰。台北市刑大接到报案，报请北检指挥侦办，10分在几路路记2个人的徛家所在，查扣手机等电子记录，目前青山发现已经交几路报备的资料给王正友。我们在整个系统设计上，我不能说我今天因为有权人查的东西都跳出来，可能也许大概多一个询问，就是说 OK， 我可能今天这个目的是什么？检察官可能在受理案件或在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指挥侦办的时候，是不是也许可以纳入这样的一个机制 double check 的概念？警方牵涉滥用职权，影响民众的信心。学者讲应该设置防堵的机制，因过也强调，这件案件是特殊个案，并不是常态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一个资深的车长，3年来，互人掠到2届食酒赛车，甚至佫互人公布伫咧新北市酒驾累犯的名单。不过，伊说拢无照规定来通报，所以代替嘛拢唔知影。一直到有员工检举，这代志才不空。代替表示讲，会佫召开科委会，依法来甲处罚。这个代替的资深车长和员工检举出现伫新北市政府114年所公布的啉酒赛车累犯名单内底，违规的时间地点是伫113年7月伫树林区嘉亨路3段啉酒赛车，而且已经是10年来第2摆。验过代替可是唔知影，需要检举了后才开始调查。会开考察会来做调查。如果调查属实，本身是交通人员，交通人员酒驾本来就要罪加一等，所以这个部分呢，2个部分我们会并同来做加重处分。代替初步调查，当事人承认伫111年甲113年啉酒赛车，而且无按照公务员服务法的规定，伫1礼拜内主动向服务单位来通报。所来照公务员顶届法调开考审委员会依附顶届。代替也证实，过去已经员工啉酒赛车互开除案例，自主通报抑佫未通报的拢有，就算是非一篇公布期间，也毋过拢依照情节严厉来定处。酒驾或者是毒驾，要单靠公务人员自主通报，的确会有它的漏洞。我们认为，除了主动通报之外，主管机关本身还要负起管理责任。核心问题是它不是发生在上班时间，那如果是自主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看员工有没有要通报，以及公司有没有找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反而应该针对说，那如果我自主通报了，那或者是我没有隐匿，跟我有隐匿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区别，这样。代替产业工会讲，公司应该赶紧来建立相关的制度，除了稳重无通报，应该加重这个罚则以外，嘛要甲警察机关来比对查核。虽然代替伫即阵出勤进前拢有对员工先做纠察，不过也是应该建立制度，事先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伫国道5号上北雪山磅坑的路段，一台白色货车沿路赛车安尼偏来偏去，非常危险。警方找到这台车了后，经过快筛，确定这个驾驶假毒赛车。巡逻车在10点55分发现该车，即引导下石碇出口到本大队的石碇驻地盘查，并对李姓驾驶施行唾液快筛检测为阳性反应，涉犯公共危险罪嫌。这台白色货车伫咧国道是愈驶愈偏，险要去弄到护栏，就连伫咧磅坑的时，嘛是强要驶去对向的车道。有民众实在是看袂落去，就甲检举。警方是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甲这个驾驶上班，假毒赛车，相当会当判3年。继续来看高雄大寮区一个舞厅，今仔日透早，警方一展开稽查时，伫咧涂骹发现那像是毒品的物件，毋过现场煞无人要承认，所以警方就甲现场的200多人拢总带转去验尿，其中嘛查到讲有21个人是失联的移工，而且阁有1个是通缉犯。警察甲舞厅内面的人拢带去伫警备车，所有人拢被再登去警局验尿。高雄市林园分局、甲高雄市毒防局、消防局，也有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16透早去大寮区一间舞厅联合稽查。不过警察入去舞厅时阵，看到有敢若是毒品的物件，互人等咧涂骹。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联合稽查，针对现场人员身份查验及检查场所，远景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这个舞厅的灯光、刀啊、椅啊等设备拢正潮，伫咧现场的差不多拢是移工，不过无人承认毒品是伊的，所以甲现场200多人全部拢带回去，其中有21个是过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也有1个早期通缉犯。现场200余人带回林邮根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警方讲会继续对辖区内拥有治安问题甲毒品犯罪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无定期进行联合稽查甲联检，防止毒品危害。这边查到的21个失联移工，会依请移民署依法处理。早期通缉犯是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俄乌战争，罗西亚是继续用飞弹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因为乌克兰迄边嘛无咧落软，派出无人机打击罗西亚的能源设施。不过因为马斯克是拒绝搁互乌克兰继续使用星链系统，致使这无人机受到限制，无法度搁侵入罗西亚境内。尽管罗西亚有真严密的防空系统，不过乌克兰无人机依然有少数会通过这个防空网，成功拍到罗西亚的能源设施，让罗西亚民众更加欠燃料油。罗西亚的反击是继续扩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加南部港口大城俄德萨、加其他重要据点的飞弹攻击。根据基辅独立报社媒体报道，乌克兰空军防空单位伫7月对罗西亚195粒弹道飞弹的攻击，加内底29粒炸落，有有接近15%的成功率。不过到8月了后，已经比原先的成果降低真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继续真有信心，讲乌克兰会来克服困难，提升防空的能力。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роботу заради ППО для України, ракет, які необхідні для захисту життя, і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заради виробництва в Україні. 就伫这时阵，乌克兰空军的防空单位宣布暂停公布罗西亚攻击的飞弹，也有乌克兰的拦截成果，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另外，乌克兰用长程无人机空袭罗西亚能源设施，几个月来成果袂歹。不过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已经拒绝乌克兰要求，让乌克兰无多少星链系统导航侵入罗西亚境内来空袭。也那地面前上要紧的重点，也就是敦来触及中北所谓的保绿地带，总共4个连线的城镇。其中的空苏坦丁尼夫卡大部分是由罗西亚来控制，并且准备对各方面向着出来进攻。欧洲安全家合作委员会分析指出，由 H20号公路所连起这个保绿地带，是乌克兰军队整体防线补给中心，那是由罗西亚来控制。乌克兰东部甲中部的限列无险要通守的飞机。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
汉光42号演习伫顶礼拜已经结束啊。有学者指出讲，今年演习是愈来愈偏向美军实战化，要互敌人的斩首战略失败。也若城镇论成演习，这各国的驻台代表嘛是做伙参与，甲大家介绍因的紧急避难包。 If you get hungry, we have a collection of snacks. 看起来蛮好吃的。And then we have a hat, so for bald people like me, so you don't get sunburn. 介绍紧急避难包内底必备的物资，AIT 处长顾立言用中文、英文、日文亲身来介绍，内底也有咱国防部所发布的全面安全指引，这本的感觉式的册，这是为了响应进行伫全台各地举行的城镇论性演习，各个驻台代表拢有参加。放主要的东西在里面，像这个。British essentials, snacks. You need something to play.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Airbus planes. 台湾人最重要的东西，来一课。还有最重要的小橘书。今年城镇论性演习也头一摆实施行动网络讲述，并且结合国军汉光42号演习来举办。街路上更加接看到各式军车驶过，官兵守护重要设施，并且扩大动员超过5000名的预备军人来参演，严正军民整合能力。学者指出，这摆汉光进一步做到去中心化机关，导入反向干部精神，拢显示愈来愈外向美军实践化的风格，也要互斩首战略来失去意义的目的。俄乌战争跟这个美伊战争经验跟教训，第一战大概都是设法把这个政军中枢、指挥系统全部都截断掉。另外，伫汉光演习期间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营务主席麦考尔，登去美国了后，对媒体讲，伫中共继续对台湾甲全球带来威胁的时阵，真公营会用伫重要时刻来访问台湾，展现美国对台坚定不移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府鼓励企业去干那要做无要卖劳工主体，提供予员工甲因的亲人住。这草案是已经送到内政部，不过因为惊讲这劳工主体会变作是商品，予人转卖，失去原本的意义，所以中央是已经反决提案。工业区是袂少劳工生活瓦靠的工作场所，也毋过伫厝价真悬、租金真贵的即阵，真侪员工只有甲厝内底人分开来生活。为了减轻劳工大的负担，新北市府鼓励企业来起干那所无卖的企业劳工主体，予员工甲厝内底人用住入来。他们不用跟家人分开啊。可以住在一起，我觉得不错。用租的是可以，但是租金方面可以再降低一些，民众会比较有感。这样，新北市的企业劳工主体规划要用无噪音、无污染的以种的工业区，使用土地总面积不用超过工业区总面积的20%，干那所卖卖。有劳工认为，若公司会使提供劳工主体，会使降低员工大的成本压力，比加薪水更加有感觉。也有企业头家认为讲，企业劳工主体会使互员工甲亲人住斗阵，解决大的问题，对企业甲人老调咧有帮助。当然，我们现在之前推出来是先去做一个预告登记的一个部分，去限制这个企业劳工仔不能够单独就所谓的企业劳工去做转售。我们是希望这样子的方式先去做研议。尽管新北市府向内政部提出都市计划法，新北市实行细节修正草案，不过中央烦恼讲企业劳工主体可能有转卖这问题，所以是后决。这个方向当然是可以推动、可以思考。这些土地未来使用都是提供叫做劳工住宅，还是说它可能最后就一样会被商品化？例如说住了几年之后，结果这个房子就可以流入市场。民间团体讲，新北市不妨来看一下日本甲德国过去都有相关的政策来做参考，解决劳工大的问题。新北市城乡发展局是讲，会继续甲中央来沟通，互企业、甲人才劳调咧，甲劳工的安居甲结合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是台湾南北管戏曲重要的传承地之一。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展览，透过旧相片、文献甲乐器来介绍李春元佮集乐演这两大曲馆的发展，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中华北管的历史甲文化。中华是台湾南北管戏曲重要的传承地区之一，馆内保存侪侪传统的馆歌。台语文创意园区即届甲台中教育大学合作，举办中华城北管风华展览活动。礼拜开幕即天，佮特别邀请中华李春元来表演。我是要来看表演，因为我较介意就老咧，跟他庙会的那个气氛，你会了解伊即个历史、即个文化。一开始阮对这嘛无兴趣，但是慢慢接触了后，我嘛感觉足好诶，囡仔学习诶文化。
主办单位表示，中华的春晚甲集乐宴是原来发展超过100年的馆阁，分别代表原派甲演派。过去这两派定定互相拼场，合作演员家。这届展览就为两大器官的故事出发，透过馆阁的历史、八卦音乐、主题戏甲民间信仰等等的内容，呈现中华八卦数百年来发展甲变化。较早中华城4个城门，伊就有4个馆阁，就剩东门、集乐宴甲南门的这个礼春晚。是阮有甲这两馆借着因较早出阵甲演出咧使用的旗啊，有大旗啦、西头旗啊，甲因的乐器。过去有一个北管的对立叫做演员家啦，演甲员吼，为着迄个家己的名誉吼，产生这个对立，这个记忆吼，我想中华人可能拢袂记哩啊。主办单位指出，中华最后一届的演员家是伫1950年代，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知影咯。透过展览，要互民众了解什么是八卦音乐，嘛希望捌伫这片土地上流行的民间音乐八卦有机会加入现代人的生活。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偏乡的资源较欠缺，囡仔若要学交响乐，无论是要找老师来训练，还是买好的乐器，拢较无简单。伫咧家己报地，就有人甲几落间学校的囡仔集合起来，成立一个交响乐团，互因会当免费学乐器，慢慢练出自信。稍等下7点半，台湾技术部做伙来听这阵海口囡仔演奏在地乐声。伫咧演奏的是家己县布地镇的各中国小学生。要伫布地这个老人人口超过25%的偏乡训练音乐人才是真困难的任务。国家免讲要成立交响乐团，搁互囡仔免费学乐器。那因为我都会帮我的这个部兴的孩子办一些音乐会，就是把我能给的资源或者是我有的人脉，然后一直导入这个学校，所以我渐渐集结这些学校，从1、2间开始，然后直到发展到5间，那直到现在的布袋音乐节，就是有蛮多学校一起来参与。找二手乐器，找师资，总算甲布地镇内其中5间国小、1间国中，斗成一个完整的交响乐团。为看谱开始到发出声音，拢爱一步一脚印，豆豆啊来，练技术也练自信。我们偏乡的小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就是他进来就你问他知不知道五线谱，不知道；知道什么乐器，不知道，就是一问3不知，就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开始拢会惊惊吼，要去台面头前表演吼，感觉拢小看避暑吼。啊，一开始看伊开始学物件以后哦。开始知影讲，我和人无共哦，我会当摕这长笛、法国号，会当去台顶，会当表演给大家看。你看，伊开始有笑容。对布地这群囡仔来讲，手头的乐器哪像是因向外看世界的窗仔门。这条属于海口的交响乐才拄开始，希望这群音乐声会当伫这片土地继续演奏。记者郭碧君、林坤明家己报道。新闻的最后，做伙来看各地头天气。北部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是为26度到34度。东部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